我的世界被你这豪情之狂，从此情愿随你浪迹天涯，让我的爱随时放自由飞翔，在那百花盛开的繁华季节，我的眼泪为你的远行流淌，好想永远陪你点燃篝火，让我的爱尽情燃烧，忘记。好，现在在我面前的是来自蒙古国的战斗机，身高1.77米，体重70公斤，年龄28岁，职业战绩 MMA 职业战绩6战3胜。2022年蒙古国 MGL 70公斤级冠军，2023年武林风走进贵州站70公斤级冠军，他就是来自蒙哥利亚的甘纳。本场裁判周振涛，比赛现在开始。这里是猛犸英雄2023年走进阿拉善英雄会格斗现场，八角笼中开战。好，很快来到了我们第一回合的比赛。我们的蓝方选手彬彬来自英光综合格斗，曾经是2016至2020年的摔跤冠军，65公斤级的，也获得过全国西北摔跤冠军，更是自治区第15届的这个65公斤的冠军。那么我们蓝方的选手，我们的，哦呦，提裆了，提裆了。提裆的时候，我们是允许休息5分钟。由场上裁判确定，重新开始比赛。好，比赛开始了。来，我们现场观众，哇，一个飞扫腿去做蓝方一个将对方顶在铁笼边，看看能不能一个锁头，能不能解脱出来啊？一个锁住以后相当危险，会窒息。是的，看我们的红方选手能否。相当危险！哎，要形成了吗？要形成断三角，一个断头台。断头台，我们裁判看一下，会有终止比赛。这脖子回来，拍了，一个锁头。这场比赛真的是刺激啊！红方选手绝对反击啊！现场以及第二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现在收看到的是《猛犸英雄2023年走进阿拉善英雄会》的比赛现场，3位裁判一致判定2分01秒，红方降服。